男人感觉自己那臭气熏天的脚丫子有点不对劲，他赶紧脱掉鞋子，想要仔细查看。可就当他看到自己的脚丫子后，几人当场就被吓出了你手机里的第3个表情。只见自己的臭脚丫子竟然变成了一根可以烤着吃的羊蹄，几人感到了不可思议。就在这时，身后无数只绵羊朝着他们奔涌而来，几人见状撒丫子就跑，羊群在后面紧追不舍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发现前面有所房子，于是急忙躲了进来。其实这里是科学家的实验室，在这座实验室里，他们发现了科学家的秘密。大壮想要上前阻止他们，可谁知被漂亮护士从身后来了一针。两人见形势不对，赶紧从这里逃了出去。身后的羊群从后面拼命追赶他们，而实验室里的大壮可就更惨了，他被漂亮护士绑了起来，打上了一针不知道什么玩意。随后他开始拼命的抽搐，仅仅过了1个小时，他就成功的变成了一个小羊人。漂亮护士见到大壮变异了，立马兴奋了起来，拿起一根5米长的针就给大壮扎了上去。We raced up.